港星张柏芝上个月证实自己生了第3胎，取名叫小王子。一度外传父亲是富商，张柏芝也从未证实。不过出生登记曝光后，父亲栏位空白处理，没出现任何人的名字。根据香港出生登记条例，这代表小孩和生父没有关系，即使爸爸离世后，也无法继承家产。港星张柏芝2018.12，今天是我小王子满月，也都感谢你们的祝福和支持，很感谢你们，很感恩。张柏芝承认自己生下第3胎儿子小王子，不过不松口透露爸爸究竟是谁。有香港周刊取得小王子的出生登记，父亲栏位竟然是空白的。香港媒体根据香港生死登记处资料显示，柏芝的儿子的确是在养和医院出生，更跟随妈妈同样姓张，大名李成。不过父亲一栏呢，竟然是空白。小王子本名张李成，英文名字 Marcus， 在11月18日出生。出生登记上父亲栏位出现星号，代表放弃填写。不过根据香港出生登记条例，出生证明是重要的身份文件，用来当作亲属证明。也就是说，小王子和亲生爸爸在法律上绝对没有关系。就算未来父亲过世，小孩也无法继承遗产。香港媒体据悉，在小孩满月不久后，柏芝已经静悄悄将他送到温哥华，交给同父异母的姐姐戴碧芝代为照顾。传出小王子已经在加拿大，不过张柏芝经纪人否认，表示小孩从来没出境过。对于出生证明的曝光，张柏芝透过经纪人表示，她非常不开心，隐私遭到严重侵犯，怀疑是不是有人收受利益，故意泄露他人隐私。经纪公司强调会追查到底，目前已经找律师处理。